世界杯腳球賽正在進行，不過因為小影的關係，這球迷看比賽嘛是熱甲擋袂牢。美國甲歐洲這陣仔，這冷氣甲電風就正搶市，白甲下叫，也這嘛互主要的製造商中國是趁甲優勢。這關大紐約地區天氣有夠熱，真濟來慶祝美國國慶，也閣看世界杯腳球賽觀光客，一出門就熱翕翕，凍曝過早日頭的雨傘甲冰水，真濟人攏炸掉咧。It's very hot, although the UK is pretty hot as well. It's 35 in the UK at the moment. It's super duper hot. We've been using like cold towels around you, drinking a lot of water, being dehydrated. 國慶假期的世界杯腳球賽佇美國休斯頓、紐約，也閣紐德西以及費城正在進行，也閣有多數體育場，也閣看比賽所在是露天的，真濟觀眾佇入場安檢，也閣有佇咧看比賽時陣，攏佇日頭骹曝真久，是真熱。那安尼，體感卡袂到超過38度的高溫，予老大人無家可歸，也是佇外口做事的人，面臨這著煞風險。紐約州郊區緊急救助的電話一日也加真濟，119急救團隊準備真濟兵地，來回佇外口無冷氣的徛架內搶救病人，結果家己也熱甲要死，趕出濕地強要著煞。極端的氣候和真熱的天氣變甲真危險。歐洲的高溫已經造成超過4000人死去。大賣場內底賣會用刷來刷去免鑽孔的冷氣，也閣有電風，攏無夠通賣。6月份，中國對歐洲的冷氣出口量是增加真濟。即間的小商品中心義烏，各種新型的抗熱涼感商品賣真好，像是拍開有架電風，也會使噴水霧的早日頭的雨傘是大銷。佇外口使用有電火燈，也閣有噴霧功能的電線。實屬的一粒就大面筋產品也賣真好。業者生產出貨速度真緊，主要是條件配合歐美甲日本、韓國無同市場所需要認證甲材質的需求，講會一步一步甲高級市場的標準甲放佇產品內底來帶動這個升級。公視新聞施惠中編譯。